今年10月开始，健保署放令急性欠血脑中风患者自由座健保急血范围，为发病3点钟以内延长到4点半钟。若为11月开始，若同款症头的病人做手术缺血角，急血的范围嘛延长到24点钟内。已过一年有2000人受惠。我就打电话妹妹讲我不对劲，因为我讲话呢，感觉我唔知这个情形佮中风。今年60多岁的廖大姐，几个月前互厝边甲厝内人发现行为有淡薄无正常，紧急叫救护车送到病院，发现是脑中风。随主养血角的药剂，甲性命保护掉，也无失灵，是真好运。因为我摕100块，摕咧落去，我当作我老人痴呆症，袂记哩。第2点摕笔嘛落去，第3点这个头壳遐会麻麻，过来行路一直偏去。时间就是脑细胞你时间拖得越长，脑细胞就死亡越多，就消耗越多。医师表示，中风抢救就是咧拼时间，平均1分钟就通互100万的脑细胞死亡。今年10月，针对急性欠血性脑中风病人，健保署放令使用血角氧解剂的给付范围，为发病3点钟以内延长到4.5点钟以内。11月开始做机械出血角手术，给付范围也为发病3点钟以内延长到24点钟以内。以前3到4.5个小时，病人家属可能需要自费，一个病人自费大概2万多。如果是做动脉取栓，家属 OK 同意，大概一个人要花30万。现主是放令血角氧解剂机械出血角手术的给付范围，医师估计一年通有2000人次左右通减轻负担。伫10月29世界中风日之前，医师要提起口诀，微笑、举手、讲你好。若是有其中一项动作有异常，就要赶紧卡119。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。